该是主席直接到底。
亲爱兄弟平安，平安，真欢喜，咱搁一摆组织伫上帝圣殿遮敬拜。先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阮顶的主，听阮的上帝，我满心感谢阿罗你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主啊，这是阮所渴慕的祝福。主，你应允阮，若亲近你的，你的确无弃杀阮。主，你的听永远袂无去。阮是你所听的囝儿，愿主你的听充满伫即个教会，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充满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，充满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中，互阮拢带着主你上好的祝福，活出上帝伫阮生命中美好旨意。愿荣耀归伫至高的天父上帝。阮来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免。兄弟，天父恩典真正大，上帝日日照顾，日日引带，咱三甲来吟，天父恩典真正大。天父恩典真正大，日日地引带，无论风雨也平静。伊拢地做伴，咱着算效伊的恩，日日永有存。好彩的橄榄变正欢喜，烦恼变好去。伊着靠引带，互咱恩典拢无散，开咱的心怀。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落归声吟诗，好天地拢总相交，欢喜天父恩典真正大，天父恩典真正大，日日地引带，无论风雨也平静。拢地做伴，咱着算效伊的恩，日日永有存。好彩的橄榄变正欢喜，烦恼变好去。伊着靠引带，互咱恩典拢无散，归咱的心怀。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落开声吟诗，好天地拢总相交，欢喜一直靠引带，一直靠引带，互咱恩典拢无散，开咱的心怀。有这呢大，咱着落开声吟诗，好天地拢总相交欢喜。兄弟，咱做伙开声，用咱的心神唱出俄乐感恩，伫遮来献给上帝。咱做伙开声，大声唱出天父恩典真正大，咱搁做伙来吟。天父恩典真正大，日日地引带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伊拢地做伴，咱着算效伊的恩，日日永有存。好彩的橄榄变正欢喜，烦恼变好去。伊着靠引带，互咱恩典拢无散，开咱的心怀。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
路，为啥因是好天地拢总相加，欢喜天马云顶真正大，天马云顶真正大，日日地因带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伊拢会做伴。咱着生肖伊的运，日日永有存。好在的艰难变正欢喜，烦恼变福气。伊着靠因带，予人稳定拢无散。开咱的心肝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。咱着路，为啥因是好天地拢总相加，欢喜伊着靠因带，伊着靠因带，予人稳定拢无散。开咱的心肝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。咱着路，为啥因是好天地拢总相加，欢喜。兄弟，你有相信上帝会予灾的变作欢喜吗？予烦恼变作福气吗？咱着爱深信，接煞，咱三甲来吟，我相信。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伊舍去将永远活命来受死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，伊是在听我，伊用慈悲关爱我。我相信圣神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个温柔的同在来看生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伊只相随，我要一生跟随伊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信靠伊的有福气，选择这上好的道路，无偏离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帝永远拢是真。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伊就是阿爸爸，伊疼我做宝贝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疼我的就是阿爸爸，伊疼我做宝贝。兄弟，伫圣经有一个故事，耶稣甲伊学生坐船伫海里，忽然夜影透风。迄个时阵，学生足惊吓，伊就去找主耶稣。我入要死啊！我入要死啊！主耶稣救我！主耶稣
就起来斥责鸿雁，鸿雁就平静。这个故事，第3本的福音书拢有记载。这不是互咱做参考的，这是咱要互咱通过一本的福音书，甲咱见证上帝是互咱平安，会当互咱信靠的上帝。咱就要深信，主要做咱的帮站，做咱的倚靠。咱用祈祷的心。搁做伙来唱一摆，我相信。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受死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，伊是在听我。伊用慈悲款待我相信诚心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用温柔的同在来牵绳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伊只相随。我要一生跟随伊，我相信，信靠伊的有福气，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。我相信，上帝永远拢是真。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我相信，伊就是阿爸爸，伊看我做宝贝。我相信，我的就是阿爸爸，伊听我做宝贝。兄弟，无得惊，只要信，咱是上帝所听的囝儿查某囝，咱若深信，上帝的应允的确会得成。接续，咱来唱《安静》，咱用这首诗歌来准备咱的心，安静咱的心，来进入上帝的平安，来敬拜。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。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安静，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静。
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。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兄弟，在咱的生活当中，检测咱加减拢会拄到问题，拢会拄到一寡咱恶担当的事。总是咱爱记得，有主耶稣甲咱做伴，咱的确有平安。咱搁一摆，用祈祷的心，安静。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。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。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。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。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阿门。
荷花有灵敏、有稳定，无快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。咱若认咱的罪，伊是真实公义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净咱拢总的不义。这是咱的吟圣诗，圣诗157首。造化的神，你伫早时，请起立言全首。
这是咱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按照彼拉多任来受苦，定十字架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，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当这伫全能的父上帝高平。伊要对也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角来启用，启用文13篇，诗篇51章，启用文13篇。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。从我的罪恶一尽洗除，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。我所犯着的，就是得罪你若定。你教你讲话时，显明做义。我是伫罪恶中生的。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。求你用牛七草洗我，求你洗我。求你，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求你按你的面无看我的罪。上帝啊，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唇，因为你无爱正面，若爱我就要献。上帝所爱的罪，就是忧伤的神。阿门。这是咱过来吟圣诗197首。圣诗197首，见若有人何罪苦楚，请坐来吟全首。
是咱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爸，上帝感谢你听阮，保守看顾阮平安。伫圣主日，互阮搁一届主日来到你的面前，请君敬拜你。阮知这是你的恩典甲疼痛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降临圣会中，开阮的心，拍开阮的耳孔，互阮谦卑来领受你的话，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正做阮生命的帮站，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拢合伫主的旨意，帮助阮有无犯罪的自由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俄罗请圣歌队。
遵守上帝的话，记载旧约圣经诗篇19章12节到13节。12节，是随会知伊的过失啊，求你除去我暗情的过失，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，毋准迄个罪恶管辖我，我就完全无犯大罪。再来看以赛亚书59章第1节到第2节。以赛亚书59章第1节到第2节。第1节，看耶稣的手毋是短，袂话拯救；耳孔毋是重，袂话听。就是恁的罪过，互恁甲上帝隔断；恁的罪恶，互伊对恁暗面无听。再来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3章22节。加拉太人书第3章22节，总是圣经已经将万人围伫罪恶内，要互所应允的，通对信耶稣基督来享受这的信的人。以上讲到因而未显的罪，请陈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要来讨论一个检查会，互你感觉足刺激的。牧师囝讲的话，我无爱听。牧师检查照着圣经咧骂我，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我绝对袂徛伫遮骂人，因为我骂恁的同时是咧论断我家己的罪。你敢知影牧师徛伫这个所在是？直接面对上帝，上帝直接击打的所在，所以你毋通叫是徛伫遮足熬、足欢喜，徛伫遮是爱足细致的，每一句话爱互圣神引带来讲。但愿今仔日所讲的会当帮助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爸上帝，阮的心真正艰苦。因为伫即啊，人爱成功，人爱追求家己的欲望的时代，有足侪人讲罪算是啥物？有足侪人无愿意面对伊心中家己的问题。总是主，恳求主怜悯阮，互阮渴望你的话语，互阮的罪会伫你的保护洗清。拍通阮的心，互阮的心柔软，来承接主你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这个题目“隐而未现的罪”，简单来讲是讲暗前的罪，你伫暗中会发生的罪。有当时你家己嘛毋知，但是伊就忽然间照着你的情绪爆发出来。即句话是记载伫诗篇19篇12节甲13节。咱来看诗篇19篇12节，伊讲：治水会知影家己的过失啦。啥物人愿意赦免我看袂到的过失？伫天主教的圣经内底，伊讲啥物人会当认出家己一切的犯罪，求你赦免我遐个无察觉到的罪。就是讲我家己嘛毋知影为虾米发生，所以这个隐而未现的罪，包括咱平常时疏忽。咱家己无感觉安尼是罪，咱无意中讲出来，却是互上帝无欢喜。这就是叫做暗前的罪。
诗篇19篇13节，伊接续佮记载另外一个罪。伊讲求你阻止奴仆无犯任意妄为的罪，无用阮这个罪来管辖我，安尼我就免犯着大罪。弟兄兄弟姊妹，什么叫做任意妄行的罪？任意妄行的罪是人类所犯的第一个罪。人类所犯着的第一个罪吼，这真趣味。为什么人类会犯着这个任意妄行的罪？伫咱的白话字圣经犯着讲挑剔的啦，故意的。所以伫有人真爱读诗篇90篇，讲迄摩西的祈祷较会遐熬，特别最后迄4节。为着伊家己，为着伊的囡仔，为着因的家庭，为着因的将来祈祷，足够祈祷咧。我足爱吼诗篇90篇有一句话讲，上帝啊，照你互我苦楚的日，得着欢喜。我若有50分的苦楚，我嘛要有50分的快乐。这是摩西足够祈祷。另外一个真互人介意的祈祷，就是诗篇19篇12节、13节，伊才咧互人带人要安怎对付咱所拄着、面对咱所拄着的罪，罪有故意犯的，这包括你无相信上帝，你自负，你骄傲，嘛有一种罪，你真爱上帝，但是无意中确实会发生。咱等者会甲圣经内底足明显的例提出来讲，咱会甲圣经内底遐个爱咱必须爱知影的。但是伫咱要看圣经内底的例以前，咱先来了解一项代志。罪是啥物？罪是每一个人一出世就要面对的功课。无人敢讲我无罪。即马一般人甲罪的定义，可能是讲杀人、放火、欺骗、抢、偷摕，这才是罪。但是耶稣讲的罪，咱来看，记载伫马可福音7章21节，耶稣讲。耶稣讲的罪，伊讲吼，这罪是伫咱的心中的，只有咱家己知。你心底有底什么货？伊讲你对心内发出的是歹的念头，歹的念头。过来，你私通，过来偷摕、杀人、奸淫、贪心、邪恶。奸诈、放肆、歹目，这个怨道的台语的翻译叫做歹目。我足爱这句话咧吼，歹目吼。咧怨道一个人咧用奇怪目睭甲看，是叫做歹目。歹目伫旧约的圣经，迄个怨道的解说吼，真趣味哦。伊讲，互你的骨消阳，你兄弟姊妹，上帝足疼你的。你绝对无怨妒别人，怨妒别人是安怎？你的骨准消去，别人准比你较大声，你永远甲你家己看做，我较会遐无效，人较拢比我较好，吼，真趣味的翻译，歹目。过来诽谤，我因为这个人互我无欢喜，我就甲伊诽谤，也是骄傲。有的基督徒真骄傲。伊感觉伊比别人较好，其实无啦。我伫社区安尼咧行达，咱社区有足济真好的人，包括咱对面咧卖面迄个阿婉啊，迄是我足钦佩的一个妇人人。过来张狂、猖狂啦、狂妄，这个歹，耶稣讲，这个歹拢藏伫你的内面。
毋知什么时阵要走出来。检彩你听人咧分享讲，哇，上帝祝福你的时阵，你就开始拍目。为什么上帝祝福你？为什么上帝要祝福我？啊，是别人的囝为什么遐成功？咱就开始心肝愤愤不平吼。伫咱的中间，咱会当听人咧讲话吼，带着酸味。我嘛捌看过会友，迄伫我听起来应该是咧讲怨道啦，所讲出来话。咱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讲，外面的世界的物件无法度污染你，但是这个物件伫你的心中走出来，伊就污染你。遐个暗钱的罪，你毋知当时要走出来，但是你若是用阮这个物件放伫你的心中，伊有一日会突然间爆出来。咱再来看，为什么咱爱认捌罪？讲一个足现实的层面，咱爱对付罪，因为罪是阻挡咱摕到上帝恩典的一个力量。当你了解罪毋是一个名词哦，罪是一个动词，一个力量哦，伫你的心中，伫你的生命会发生真侪阻挡你领受到上帝恩典的困难，咱就爱好好啊来对付伊。基督徒必须要学习罪，爱认捌罪，因为规本的圣经，每一个人，每一项代志，拢咧写伊的罪，上帝安怎面对伊的罪，安怎调整伊的罪。伊的罪的代价是啥物？你若详细读圣经，拢是这个物件。你若要真做一个，互上帝欢喜、接纳，一直不断领受上帝恩典的基督徒，你必须要知影，你的罪甲你挡伫倒位？你的心中有啥物阻挡？咱来看。以赛亚书，伊安怎讲？最阻挡咱甲上帝关系。以赛亚书59章第1节甲第2节，伊讲看，耶和华的手毋是短，袂为拯救；耳孔毋是重，无听到。是恁的罪过，互恁甲上帝隔断；恁的罪恶，互伊对恁耳面无听。恁兄弟姊妹，安尼咱就知影，基督徒必须爱对付罪，因为罪阻挡咱足侪上帝的祝福。有几项咱必须要了解，罪互咱失去愿望甲祝福，恁领受袂到嘛？一个基督徒无法度领受到上帝的祝福，那安你做基督徒拍算去？最互咱失去上帝的保障，因为你家己妄为，你家己感觉就是上帝，你有法度解决。上帝讲安尼，你要挖靠我啥物？圣经有一句话是上帝讲的，伊讲吼，尊重我的，我就该看作宝贝，看重伊。但是若是藐视我的，藐视我就安那看轻伊。所以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安尼哦。你尊重伊，你愈需要上帝，上帝愈甲你做伙。你若感觉我家己会当解决啦，我家己会当做主啊，啊是有的人一世人信主，但是伊的行为却是甲上帝无关系。那安尼，咱会当看出。伊的生活可能充满着苦楚，最嘛咱失去圣神的困难，最嘛阻挡咱进入上帝丰盛。咱兄弟姊妹，咱要搁倒转来看头拄仔所讲的诗人所祈祷的迄两个罪，咱若详细注意想，伫圣经内底。
迄个暗箭的罪，伊安怎发生？有一个例，就是摩西。摩西是上帝敬的人，伊要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离开因做奴才的地。当伊带即群百姓要去到上帝应允的土地的时阵，即群百姓行到倒，插到倒，其实是足老的一阵吼，乌合之众啦。吼，听讲历史学家讲，即内底毋是只有以色列人，即内底佫有走路的，佫有伫埃及无法度生活，逐种五路人拢夹我来，因为因感觉摩西要传移民去一个老年甲密的所在，哇，这个所在足好的。但是伫出来，因面对着迄款生活的困境，无菜通食。无肉通食，无水通啉，因行到倒，爱到倒，骂到倒。上较严重的，就是咱今日要讲的即届《民数记》20章，因行到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拢总是旷野。若是照着历史学家记载，伫1956年，迄个所在才开始做水管，牵到遐，互迄个所在有水吼。迄所在即嘛是以色列人咧管辖的所在，遐无水，即阵百姓挡袂牢啊！因要摕石头甲摩西钉死，嘛要甲阿伦拍死。迄个时阵，摩西甲阿伦，你看一撮咯，即阵人一直吵，一直吵，但上帝拢是安那，互因食饱。因爱食肉就有肉，因爱食菜就有玛纳，因爱啥物就有啥物。但是今日行到遮无水，因开始乱啊，乱到尾啊，因要甲摩西佮阿伦拍死。摩西佮阿伦足受气，因就到上帝会幕内底祈祷了。上帝讲：啊，你着举我迄支上帝的管。然后，你叫石盘出水，石盘就出水。摩西出来，甲迄群百姓带到迄个石盘迄个所在，迄百姓一定搁踮遐一直闹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吼，哪像我定定会拄着，逐个人拢讲伊家己看到的迄面，所以摩西足受气的，伊就举伊迄支上帝管安那讲迄个石盘，大力讲两下，要讲以前因骂迄阵百姓讲，恁这足悖逆的人，我敢来水互恁啉？但是讲了水流出来，大家咧啉水的时阵，上帝话就临到摩西。上帝讲：摩西，你伫众人的面前看轻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有感觉伊看轻上帝无？无啊！但是伊伫服侍的时阵发生的。上帝讲：你着举起来，甲只讲好，只流出水，伊就流出水。为什么你来举起来喊，举起来受气？你看轻我。安尼，我无要互你入去，我要收拾恁的土地。所以摩西伊一世人希望甲这百姓带去到上帝所赏赐的地，但是伊行到约旦河这边，伊留伫这边，伊无法度过去，因为上帝无容允伊过去。伊伫服侍的时阵得罪上帝。你们兄弟姊妹，服侍是一门足重要的功课。服侍的人一定有这个经验，伊会听到足侪声音。但是咱服侍的人，第一咱知上帝经历服侍。今日若是无你，也阁有别人。为什么上帝要经历服侍？因为上帝看你是第一个好的，第一个要服侍的人。啊，你若讲上帝啊，歹，我做啊足忝的，我做啊足善的。
上帝毋惊无人哦，一定还佫有别人。但是服侍的人，伊的目睭爱看上帝，袂使看人。看人你会跋倒，看人你会无气力，看人有当时你会足惨切，看人你会像摩西，一世人遐尼尽忠，但是到最后，伊晒太起圣地，伊伫服侍的内底，互上帝无欢喜，伊失去迄个祝福。所以咱咧服侍的人，咱爱足谨慎，咱嘛爱足注意咧。我常常用这个故事来提醒我，毋好犯罪，因为我的个性嘛是真急的人。我记得前2年，咱拢有圣诞剧的演出，迄是爱为9月才开始伫网络找咱要爱的剧本，然后为迄个国家甲买来，全部翻译过来。差爱到10月时阵完成。咱通常会伫11月底做第1届排演。你敢知影每一届排演的时阵，拢有一个人，伊会留落来看，看了伊会我讲，牧师，你安袂杀尽，你爱安怎安怎，吼？我想讲哈。你敢捌做过这个事工？你为什么遐有把握？但是我永远甲伊谢谢。排演的过程，第1摆一定足侪人来，然后就有人无来啊。最后一届排演，哇，遐个人佫拢倒转来。大概排演的人已经固定伊的位伫遐，但是后来才出现的人，伊一定要徛最重要的位，伊要互人看见。伊伫倒位？恁兄弟姊妹，服侍毋是咧互人看见，服侍是咧互上帝看到你。咱嘛有人唱圣歌队，伫遐感觉受伤，因为有人甲伊讲：你唱歌安尼足歹听，你要安怎唱？恁兄弟姊妹，人上帝都无咧嫌啊，你是咧嫌啥物？人伫服侍的中间。足容易产生无必要的情绪，就是咱头拄仔咧讲遐心中的不平、怨妒、骄傲、自负，遐物件伫咱的心中。但是咱若一旦拄着别人的话语的刺插，拄着你根本就毋知你要出来共指导，佮有的是来闹的。伊到最后才摕一大堆道具出来讲：哦，我是用我这上好。我这安怎哇，真正来混乱的。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个性，每一个人面对，咱会使讲一个真好，就讲咱大家拢爱这个事工更较好。但是你的出发点是毋是带互别人无共款的情绪的延伸？其实。两位兄弟姊妹，我真感谢上帝。伫德堂教会遐尼久，我的身边的人，拢足够服侍的。你有感觉咱的教会照着节期咧换遮的物件无？搁换者迄个以前咱纯白的，搁换者迄日咱一定要罩上这条绿色的，因为耶稣搁换。春天开始啊，真趣味哦！大概过偌济了，咱外口的花拢开甲足水。恁等者咱去看古车花，真正是水。吼，圣诞节足忝的时阵，咱遐卡多利亚开甲足水。哪像上帝讲，你足爱花，我开互你看。咱有足济所在，足济景色，咱就会感觉，哎呀，上帝伫遐咧做工。两位兄弟姊妹，咱今日人捌做，是要互咱家己搁较进步。圣经搁记载另外一个故事，迄个故事是以利的囝，以利囝犯的罪叫做挑地犯的。
任意妄为。为什么？伊利的囝，伊利是撒母耳迄个时代的大祭司，伊利了就是撒母耳，就是犹太以色列人还未有王的时阵，伊掌管全国，是足有权柄的一个大祭司。伊训练撒母耳，成做一个伟大的祭司。但是伊家己的囝变做撩妹仔囝。今日伫这个时代，咱嘛会当看见。有的老师足够教学生，却是无法度教囝；有的牧师足够讲道理，伊的囝却是无信主。为什么？这我毋知，不便批评。但是咱今日要来看以利的囝，伊伫教会大汉，伊伫圣殿出入入足自由。阮爸大祭司嘛，我将来嘛是继承伊要做大祭司的。伊行来行过去，哇！人家咧奉献，即只牛真水。我爱即只牛为什么部位？哦，伊就先去摕起来。今仔人奉献迄只羊仔，哇！即只羊仔赞，我就共牵的，我就转来，我家己要食吼。伊对人伫上帝奉献的祭物内底足懒散的，伊爱啥就摕啥。这个代志，人甲以利讲，这是一个足严重的罪。却是以利甲讲，囝毋通安尼啦，毋通安尼啦。你兄弟姊妹，你敢甲你的囡仔讲道理无？你的囡仔真大汉，伊比你较敖，伊各方面拢真好的时阵，伊嘛会做毋对。伫迄个时阵，你敢甲讲你安尼袂使做？我无同意，你敢安尼讲无？兄弟姊妹，咱必须爱有这个勇气，好胆指出恁的囡仔毋对，迄是帮助你的囝，嘛是帮助你。但是伊哩毋敢，教别人的囡仔较好教，拍别人的囝可能袂听。所以撒母耳将来成做一个足伟大的大祭司，但是伊即两个囝伫圣殿内底安那？游来游去，伊爱的物件，伊就搬倒去因兜。上帝无欢喜，上帝叫一个先知去甲讲，你的囡仔若阁继续安尼，我要甲伊带走。但是以利伊无法度。有一日，上帝共一个时间击打这两个囡仔，互因安那同时离开世间，上帝无欢喜，所以超过伊犯的罪是足危险的罪。超过伊犯的罪，弟兄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咧甲咱讲一项代志，就是对伫上帝物件，咱爱足细致来使用，爱足警醒来使用，袂当当做你家己的物件，你爱安怎做就安怎做。咱若要领受着祝福，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尊重上帝才会祭物，就是人奉献给上帝。教会每一个部分的物件，拢是人奉献的。你敢相信？我捌拄着人来教会搬椅啊，讲教会椅啊足济，一块互我坐。我嘛捌有一日拄着人咧搬咱的折地桌，我嘿。你搬这要创啥？伊讲教会几啊地，我举一地当来用。你位兄弟姊妹，教会常常放进一寡小东西，清洁的小东西。蒋一站，我放伫外口扫涂骹的迄工区，规套无去，我就搁去买一套新的，放伫遐，足趣味哦。咱办运动会迄日，我倒转来要揉涂骹，迄套旧的倒转来啊，我迄套新的无去啊。咱教会迄个所在拄啊无摄影机，真趣味。有当时后壁老师找无因买的物件，牧师你有摕无？我讲你莫看见物件拢问牧师你有摕无啦？
无算毋敢黑白体啦。嘿，两兄弟姊妹，我伫遮无咧指责任何人，但是我要提醒咱，尊重上帝物件。伫教会每一个所在，恁好好啊维持，好好啊安那使用。今日这个根好不容易做出来，咱要留互咱的后代，佮继续使用。有足侪物件，咱过偌济插出来，会花了后，树枝伊会收起来，佮一个一个甲套落啊，收甲足好诶，佮放咧，明年要用。咱若爱上帝物件，尊重上帝物件，迄个罪已经离开你啊！上帝祝福就要一直入来你的内面。圣经有一个记载，伊讲上帝互人1000啦、2000啦、3000啦、5000啦，讲恁去做生意，去做生意，吼。头前遐几千个咱莫讲，迄做5000个伊佫趁5000，转来互伊的主人。讲主人啊，我佫趁5000，伊的主人足欢喜讲，这5000互你，我佫包一个5000个红包互你。这个故事其实毋是讲趁钱，这个故事是咧讲咱运势的运用，运势的运用。上帝伫咱的身躯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承受恩典。这个恩典是啥物？恩典是上帝的恩慈、甲仁爱、甲上帝恩惠、甲疼痛，叫做恩典。恩典就是若像一个礼物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摕到的。但是咧，伫恩典的内面，嘛有一项叫做恩赐。上帝互你足侪恩赐咧。咱教会其实讲，足侪人拢有足好的恩赐。你若愿意互上帝使用，你甲发挥5000分出来，上帝讲安那？这5000分，好，你赞，我佫互你，互你佫较有智慧，佫较聪明，佫较祝福你，我佫另外互你一包，甲这边仔坐，因为你有尽量，我知影你的心，两兄弟姊妹。这就是服侍，但是我真不爱讲，你服侍偌济，上帝就予你偌济，这袂输咧甲你用利益交换，这袂输咧甲你，但是事实是安尼。今日咱咧学习人物这个罪，就是咱咧学习，咱伫教会要安怎共同来生活。咱要爱互咱基督徒的生命更较丰盛，咱会当领受到上帝祝福。所以我拄仔讲到话，若有插到恁，上帝绝对是咧疼恁、帮助恁，伊要更新恁的生命。弟兄弟姊妹，其实做人真艰苦，做人嘛真歹做。我毋知恁有这个。经验无？有一遍，会友礼拜日摕伊家己做的物件互我。哦，伊讲牧师，我这做足久的，这足好食，啊，真正好食。啊，后礼拜伊佫共款佫摕一包来。啊，我就足直接甲讲，啊，我迄包还未食了，你佫摕啊？哦，伊足艰苦心的吼，伊种。人讲话足歹讲的，有当时无意，但是听者有意。一个人常常无法度做甲足圆满的。通常咱咧困的时阵，咱会常常想着啊，我今仔讲即句话，可能伤害着某某人。我今仔日做这样代志，可能会互人安那跋倒。两兄弟姊妹。这吼就是上帝圣神伫你的心中咧，甲你讲话。你莫一直讲啊，我较会安尼，啊，我今仔做毋对啦，我较会安尼，毋是哦。当上帝甲你提醒的时阵，是要爱互你较紧安怎
认罪祈祷。你甲上帝讲，这是我无够义的所在，请你赦免我，互我以后毋好阁犯着这个罪，嘛互我今日所做袂伤害着别人。这就是圣神咧甲你讲话，要更新你的生命，你会足欢喜讲，哎，上帝用安尼甲我讲话。咱阁来看10个圣经节，咱要面对咱的罪，咱来悔改，咱就得到赦免。加略太书甲咱讲，圣经吼，甲每一个人拢用罪箍起来，逐个人拢有罪。啊，但是咧，这个罪咱要安怎解决？咱要安怎甲偷开？咱就要信耶稣基督为咱钉死伫十字架，伊流出宝血，要洗清咱的罪。但是这个代志要互信的人，你兄弟姊妹，信仰是足奥妙的哦。有的人吼，你若讲着讲耶稣钉十字架，有的人耳孔就关起来，伊就不爱听。我毋知影为什么伊不爱听。你讲耶稣为你钉死，伊嘛听无。你甲讲耶稣流出宝血，是要洗清你的罪。哇，这伤过玄啊！我听无。有的人会拒绝这，但是当你的耳孔柔软，你的心柔软，你听落去的时阵，迄就是你的救恩。圣经讲，咱来甲咱所犯着的罪，我相信吼，咱袂去犯遐故意犯的罪。咱拢是善良的基督徒，咱袂去故意犯遐的罪，任性妄为的罪，咱一定毋敢去做。但是咱要知影，任性妄为罪是咧创啥物？人类第一个犯着任性妄为的罪，是因为伊要家己决定啥物是好，啥物是歹，伊要家己决定。你们兄弟姊妹，伫世间你若是完全照你家己的决定。你决定这个是好，你决定迄个是歹，你就活伫罪内底，因为你骄傲，你甲家己比喻做上帝。咱袂使安尼，咱爱将咱的罪，耶稣基督祈祷，求伊的宝血洗清咱的罪。咱要甲咱的罪安那，甲耶稣同钉伫十字架顶。你会使安尼祈祷，你讲上帝，请你赦免我，我常常讲话伤紧，检查伤害着人。恳求主，你甲我的罪钉伫你的十字架顶，帮助我以后毋好阁犯着这个罪。圣经讲，你若相信耶稣有权柄赦免你的罪人。你得让罪得到赦免。恁兄弟姊妹，恁敢有相信耶稣有权柄通赦免咱的罪？有无？有哦。伫旧约，伊就一直甲咱讲，我是全有为是全被围绕着上帝呢。伫旧约第一个竞选的人，伊就甲阿伯来喊讲，我要互人因为你得到福气。每一个基督徒拢有即种的力量呢，别人会因为你得到福气，这是你的福气。恁兄弟姊妹，咱毋免惊罪，咱嘛免惊遐伫咱心中一直咧出现，一直咧出现遐物件，因为咱今仔日找到一个办法应付伊，就是当咱做毋对，当遐互咱心中真悲白、惨切的代志，你祈祷上帝。互遐代志毋好伤害我，嘛毋好伤害着别人。当你让人歹目的时阵，你怨妒人比你较好的时阵，你毋通安尼怨妒。你爱祈祷，你讲上帝啊，伊较遐好，我嘛要遐好。即款的祈祷总比你伫咧遐惨切怨妒别人更较好，对无？该祈祷啊！你伫上帝内面，上帝讲，我会救恩临到你，因为安那，逐个人拢犯着罪，我要看什么人对伊的罪较敏感，我要看什么人
靠后祈祷恳求我赦免，我看啥物人有真心悔改无？上帝咧等咱，伊互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嘛是为了咱的罪来。恁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尝试来将咱交托伫上帝手中，咱拢是罪人，但是咱要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信，知影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要赦免咱的时阵，咱要得到自由，咱要得到幸福，咱要得到快乐，咱嘛要得到丰盛的生命。恁兄弟姊妹，我期待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做，毋好互罪迄个力量伫你的心中扩大，毋好互罪伫你的心中捆绑着你，无愿意拍开。咱若有当时甲人讲话，你会当听出来，伊咧饿的拢是遐个透袂开的代志。一直饿，一直讲，拢总共款。你兄弟姊妹，咱毋好互咱成做即种的人。咱爱将咱饿袂开、互咱苦楚的代志，咱交互上帝。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，将咱遮的罪洗互清气，互咱的人生领受着上帝祝福，互咱的人生日日领受着上帝新搁好的稳定，互咱的生命真正活出来，迄个互人欣赏。哇！恁基督徒足好诶，恁基督徒足好诶。咱大家来努力，这是无简单的代志，这嘛是爱咱大家认真去拍拼的代志。一个团体要互每一个人拢认同、拢欢喜的时阵，就是爱减轻咱内心遐无好的物件。但愿上帝将水佮清气的心思意念放互咱。但愿今仔日讲到，互过去咱毋知遐暗时所发生的物件，咱家己转去，向上帝讨求耶稣基督保护洗清咱，互咱为明仔载开始，成做一个自由快乐的基督徒。但是我要甲咱讲，这无简单，因为对付罪是每一日的代志，是每一日的人的个性无好改。所以圣经讲，血气的代志真麻烦，罪就是血气的代志。每一日伫咱的生命内底咧重演，但是咱会当毋免互伊捆绑，咱嘛毋免互伊安那，伫咱的心中做大。咱爱将伊交互咱的救主耶稣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爸上帝，阮无爱阮心中所存的歹，诚做影响阮领受主的幸福、稳定的主动。亲爱的主，阮也无爱阮有骄傲的心，有以为家己真贤的心。阮惊阮犯着任意妄为的罪，恳求主施恩祝福阮，互阮学习将阮的罪向你拍开。每一日伫祈祷中，将阮的罪交互你。恳求主将阮心中的黑暗转化为光明，互阮心中罪溃力消扬。只有主你的真理光照阮，互阮成做一个你所感纳欢喜的囝儿，互阮成做见证荣耀主的囝儿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
也这是咱的吟圣诗296首。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准备奉献。
咱首先用《耶稣听你》这条歌来互相来请安。耶稣听恁，耶稣听咱每一个人。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。杰恩、佩奇、秀雅、以琪、立新、陈浩、翰林，有伫咱遮的人，请你来头前。希望你站在这里。以琪，你不是生日吗？好，来，咱来。听你，咱三个来为伊祈祷。愿上帝祝福这两个细囝，恁的聪明、智慧、日子增加，伫成长的阶段得到上帝疼痛人的欢喜，互恁头前的道路平安、健康、搁幸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来慢慢下去。咱搁来为着其他的生日的人来祈祷。亲爱的爸，阮伫遮要为着杰恩、为着佩奇、为着秀雅、为着立新、为着翰林来祈祷。祝你福音来到这个世间，阮相信主你要互伊领受你的丰盛。恳求主施恩怜悯伫因的身上。帮助伊进入主你的丰盛甲疼痛的内面，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下面咱请书记来报告。这是我来报告顶主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到堂，祈祷会拜3 8点到堂，青少课拜6 7点半伫教育馆，查经班拜6 7点半伫线上，圣工服侍。后礼拜诗会张丰仁结束领诗。妇女团契、苏琴、刘义民兄弟、书宪交代林安路结束甲美秀结束，爱餐暂停。新安讲读经表，请咱甲照这顺序来领修。基体交通第一，本主日是中华中会传道部纪念主日，请大家为中华地区宣教事工祈祷甲奉献。第二，七圣中会五行教会设教50周年，曾牧师受邀请前往培灵，请为五行教会宣教异象祈祷。第三，
永南村结束纪念奖学金申请资格：大学70分，高中70分，高职75分，高中75分，国校90分。请咱警教成绩单。第四，咱为以下的生日的来代祷。方向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然后错误答案过去更正。代祷事项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。第二，为身心欠满的兄姐甲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代祷。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甲升大学的来代祷。第四，为适婚的青年婚姻代祷。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妇林日出德克达雅。以上。迄个，咱今仔日礼拜了吼，丽芬有伫遮无？妇女团契吼有要开会，讨论迄个母亲节的礼物，然后迄个会长有备餐啦吼，了下晡2点要出发去。南山步道吼。衡山步道，讲要看油桐花啦吼，嘿，2点的时阵出发，来当去的人吼，迄是咱的春游吼，春游，欢迎大家来参加，做伙来，遐真水吼，较早陈老师捌带我去，遐是毋咧看老鹰迄个所在，对，迄个所在真水，欢迎咱大家做伙来吼，这是台吟圣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请起立吟全首，吟一煞，请牧师接导。愿圣神伫恁的心中运行做工，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恩典日日加添互恁，愿上帝面光恩恁，互恁享受丰盛的生命。阿门。